众朋友们，新年好！今天是大年初六，我再次祝福书迷朋友们身体倍健康，心情特别好，好运天天交，口味顿顿妙。狗年好运挡不住，狗年财源滚滚冒。苏州电书厂的春节特别节目《春游江南访雅韵》的第7站，也就是最后一站，我来到了江苏省评弹团。今天我们苏州电视书厂春节特别节目《春游江南访雅韵》的第7站，也就是最后一站，来到了六朝古都南京。这里呢，就是位于秦淮区的紫荆大戏院，也就是江苏省演艺集团的所在地。请跟我来。姜老师，新年好！我电书厂给您拜年来了，新年好！谢谢。那么在此呢，我也代表江苏省评弹团全体演员，向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拜一个年，祝大家四季发财，五福临门，六六大顺。只要多听评弹，一定会健康长寿。谢谢大家。谢谢。江团，在过去的2017年，我们江苏省评弹团可以说是成绩斐然呐。谢谢。我们江苏省评弹团呢，在2017年呢，的确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节目，还有很多的演员都获了奖。我们的中篇弹词《红尽涅槃》就获得了有江苏省文化奖的其中一个优秀节目奖，那么其中黄清妍还获得了优秀个人表演奖，这是非常难得的。在南方篇只有这么一个。那么还有我们这个节目还获得了江苏省文联颁发的芦花奖的优秀节目奖。还有我们的朱斌就获得了芦花奖的优秀表演奖，蒋春雷也获得了芦花奖的优秀作品奖。哇！那么还有我们的顾环成也获得了芦花奖的新人奖。等等，这些都是奖项。那么同时呢，我们的演出的节目也在各个地方都是非常的受欢迎。无论是在上海啊，或者是在苏州啊，这个观众的上座率都是非常高的。还有我们演员在演出的过程中，我们因为现在是企业嘛，它还要有一个 GDP。那么我们今年的经济指标又在去年的基础上，连续几年都有小幅的增长。哇，恭喜啊！真是获奖连连，喜事多多哈。那听说你们在培养青年评弹演员方面也是做了不少的工作。这是肯定的，因为每一个文艺团体对青年的培养这是必须的。那么培养青年演员也是我们江苏省评弹团和其他团体一样的一个重要的工作，而且是每月每年都在做。比如说，我们就为青年演员办了专场，而且办这个专场，我们老演员都要出动，老演员要进行助演。对，我知道的是每场的青春专场哈，你和汪振华老师都是每场必到，而且呢，或者是主持节目，或者是为演员助演啊，可以说是老树伴新芽。哎呀，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哈！我记得在不久前2018迎春评话会书上哈，你和汪老师两个人还分别带了徒弟登台表演了一个节目，是这样吗？这个节目呢，应该说是比较新颖的，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2个双档的评话。我们一共有4个人，那么我和汪振华呢都是老演员了，但是其中有2个年纪轻的，一个是我的徒弟，一个是他的徒弟。那么4个人同台演一出评话，比较少见。评话4个档，别出心裁，的确是比较少见的。演的是什么呢？演的是传统的节目，但是我们进行了重新，就是里面进行组合，带有一种新意，叫自救太守。说起来是一个小故事，其实呢，老故事里面体现了当时的清官，他怎么来拒受贿赂。等于是老书新说，而且是4个档这种新的形式哈，一定是别有韵味。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咁么，我说陶水头人啊，马上过年的，过年要到着呢，我还是会有点意思，不认敬意，一点点小意思，请来小拿1张银票3000两，此乃何意？过年这么你大家才要用动力子啊，这个那个其中么要毛把戏的啊，对个，西上往生我当么要送点香烟的啊，对个，那么你外头个种3嘛，还要去买只 LV 个包了啥么子啊，对个，那么个种才要用动力的，小意思，小拿，对啊，你毛毛瞎脱了眼睛。
你让我打啥？我是个水下来，搿么喏，虽是透过个营位，出京之时，恩师把公迭为我送到中央当业，培训2个队呀。看到那个杰瑞个的才干过，才当起干过，随时也干起，那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清官。想不到一打杭州，第一日谁人来设账？看不到，谁是对我严禁的抗议？马强，那个不知谁人不晓，你乃是个恶霸！郑州府吃发出来的，本来动地飞，那时候也本正经啊！来人啊！啥子呀？马上当我神坤说帮，当我鬼斗的，没势力气啊！什么？神坤说帮啊！走！真正办得那个不离动地为飞了，要得啊！你马上当我挪一步，到狗大给他没势力下去，挪给个他是1刀2头，第一头来去得令，听吗？张嘴，想他毕竟是一个堂堂的太岁啊，此事非同小可。你是个新的公安之话啊，我愿意亲自动手。你死呀亲自动手呀！那么最好不是我带个了，你办事嘛，我放心嘛。呀，没好，那是我笃定的，没有的。从现在开始，你要好好叫服侍师爷，跟老师爷叫你做啥，你要做啥，一定要服侍好阿东阿青啥。明白？如何晓得个？末将这位你还是不放心我，不相信我，那个见有人看了我们感动我，可不难懂的。张子我去了。那么我等了等你消息。杨文人，我张登台要打与什么？大自由什么大清灭是妖人。将到哪来？晓得。刚斗这斗水里的妖人，谁在他的臂上将灯长好了的令，最让两步走。你记这把欺负了。贾大派不害我的，不想下岸听这些雷碰了张之一之名，送儿上西天。晓得的呀，我不打提2次呀，不想俺人杀你之前要让你这条俺内红须养人，免得你走刀下的恶鬼。像俺心之名化，伤日没力，生辰之化之没力。晓得这。今朝我不是记了一个叫知火知没的一个人水里，贾大派嘛贾大派，名字倒蛮久气的。不想俺在动水之时，伪装人要对你演讲，方才马将送你银两，你就应该水下银两，所以离开霸王帐嘛，特立这西真。我们哪会分析啊？咋的？现在咋来不及了？不想，首先你明白了，只是要别但你都搞得花的弄那啥吧？要人将灯长好，也啥子，总算也啥子好。嘿，去吧不是。这听见啥？真是啦，那不痛的呢？对妹妹就抬起来，眼睛张开一口嘛，哈！我神去了时代了吧？你哪是这样？我一话人呀，我出美女。没哈，娘的两个谢谢你，到了听众做一个尾巴，一出到此结束。
要强调一只节目有意思个啊！哎，我觉着别出心裁，水果大，而且呢，多两杯绿叶，真的是双双青，碧碧绿。哎呦，王来啊，你现在放手头放得来这个厉害个是，这个也实际上是应该，你作为艺人俺个年龄是应该为青年演员要敢当绿叶。那江团，我们江苏团可以说是老中青三代演员都是非常的齐整哈，可以说是三代演员都是在书台上是绽放光彩。是的，其实我们江苏省评弹团呢，最早叫江苏省曲艺团，当时呢是把全省优秀的评弹艺术表演艺术家全部集中到南京，成立了这么一个团体。我们有江苏苏州评弹，也有扬州弹词、扬州评话，还有徐州的情书、相声、快板等等，涌现了一大批非常了不起的艺术家，比如说京派评话大师的金声伯老师，比如说侯调的创始人侯立军老师，比如说还有我们的曹小军啊、高雪芳啊、汪美允啊，还有杨乃真啊等等等等。那么等到跨入新的时代以后呢，又涌现了一批青年的，或者现在说是中年的，比如说上世纪的徐祖林啊、董梅啊、孙世健啊等等等等。那么现在跨入新时代以后，比如说曹小军的学生说白蛇的王培良，王英的学生王建中说的是三笑。他的徐调也是唱得非常棒，比如说金声伯的关门弟子汪振华说七侠五义等等。那么现在呢，还有一批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绝大部分到你们台上都来录过那个节目。对，比如说卜建娟啊、孙俪啊、陆柳柳啊、朱斌啊、林杰啊、黄小静啊。那么我们团里面现在有2位青年演员，的确是非常优秀的，就是蒋春雷、黄庆妍。他们在去年的11月，在上海办了专场，在苏州也办专场，在南京也办了专场，而且几个专场办下来，一次比一次办得好，而且给观众也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蒋春雷、黄庆妍夫妇啊他们合作的《徐悲鸿选回夫妻反目》。地后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所以我当初答应你的邀请，答的一大白话，那个是为中国的艺术家培养年轻下一代很努力。现在你有困难，我帮帮你，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呢？理解？你这个难理解。当初你放弃几百大洋工作不去做，偏偏要到地后的南国艺术悠悠去免费打工，只有付出不收获，你这个难理解。好，我知道你现在呀，就是喜欢和我对着干，我的话你连半句都听不进，是不是？你也不想想我为你付出了多少，难道说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吗？这些年我跟着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呀！哩哩往事永心记，思绪纷飞，我的
辰光，我最18岁了。你作为女性同乡带我屋里来巴结我个样，你也忘记？当然不会忘记。不难提起18年门前的事体，一股随心灭意涌上心头。我第一大到你屋里向来，你辞下了花园的口水，身上扎一我黄18盖长裙，盖了个藤卡郎，楚楚动人，看上去真像是一幅画啊！而你呢？身上扎一件粗布来上衫，就是个脚浪向为得去踏一双红袜子，我实在挨不了嘛，割了鞋子出来。我面孔长得虚虚红，心啪啪啪啪，一从喉咙口贴出来。加上你当我个牙带来的个黄的对记，你都从文学带历史，从音乐带绘画，真个叫富华不得。我也见怪欢喜呢，所以3年2头叫你到你屋里来吃饭。来得正好，正中下怀，一来蹭饭，后来可以多看你几眼。我娘见怪欢喜呢，为曾经讲过，假使再有一个农村孩子，啥气嘛？我终身13岁，谁已经配不受罪做刚才。当时我是失魂落魄离开那个屋里，后来因为没事忘记脱，重新走来侬，看你眼睛哭得虚虚红，所以我推脚，设置一张帖子拨了呢。我拿张帖子再过来一看，上头只有4个字：跟我追吧。为此这个4个字，我思想斗争是整整3日3夜，终于下定决心跟你私奔到外国。你也晓得，你们这个一排队，我娘一上马病往了个床浪向，也一个眼得了呀。我为了爱情，谁得过身背不下你呀太为你追来公公，开一次四手一抽不准，立在此上面相遇是不离谁真心，弄出家家的大鞋子，君以为谁是谁不听，伤心才作为后人离。从当初跟你带子讲啊，只要你爱我，我爱你，谁可以共你价值？万万分想的，现实到理想的距离，不是手最大女性的距离，还是地区大魔性的距离，实在太遗憾有之。我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一而为一个整天为傻米愿意插三心的谁只掐定半模，而那一股子的流学官费，2个人用本来水金爸爸，再加上国内绝世动荡不能偶事发放，为了一再偷窃。是啊，为此再上开始，以半大子不应该切人的国旅丁郎。是了个国旅郎，我下去买一瓶酱油，上午一个来回，也最整整286斤后记得了。我还记得这个1年落冰板，噼里啪啦个冰板落下来，我个天花窗玻璃看得粉粉碎。那是厂子穷我啦，体重188斤的房东太太，当当当当修上来，当这个一块是牛脏的泥的彩色玻璃，让你嘎嘎悲伤。放走妻子3个人，侬啥个办哦？没办法嘛，我只好硬硬对比，大于屋里起家。做年娘，夫一次宝宝10日，家东的3个字，我谁说不出口？实在父老口嘴，
我只喊我娘拨我一只石头去打脱骂脱，方式房子破脱，玻璃碎脱，会上3个发廊，只够买鸡蛋面包2瓶牛奶。天冷是冷得来，我5百厚个衣裳还生不起火炉，只好一日单要缩了个被头里向低吼。后来拿到楼阳去画画，我已经怀有身孕，也回国了。是我一个字，我拿来了欧洲买个所谓古董书画，包括两只像人这个大像个石家像，当时足足8只大像子个行李，我一个字脚趾个头皮，我里背大中国。现实生活个残酷，弄我这个姐姐女，就这么活生生的给变成了一个女汉子。是你人家是越来越喊个，但是你个张菜还是越来越多。毕伟，你不要这样激动。我可以讲，511各位呢，18年来是为我付出的一切。但是我还有我做事体的原则啊！你可以不理解，可以不支持，但是你不能够上样子总是得得别人。地后是我的好朋友，我哪可以见死不救？傅大少、胡主任、江兆侯，你都谁是当年的我啊？有理想，有志气，有赞誉，我应当帮助你多，支持你多。一个人要将心比心。当年我徐悲鸿离开宜兴来到上海，倘若不是许许多多好心人伸出援助之手，我徐悲鸿只怕已经饿死了上海滩了。别为我是穷人之这是
谁负我乡都是难。我为去生计，理想计，我孤身独闯上海滩，总以为欧光世事繁华第这样愚梦随口说一次，谁能预见来？哪知向我缕缕，谁抽身恩谁放我世事，碰壁心儿还我饥寒，家破无名难，压打黄浦江半风西。但我第一趟离开宜兴到上海，寻不到工作，他在使不起泪落家队。邻居的同乡王金华家长来到这一边，我师傅蛮于我的生意。这个师傅我从开始到扎实到完工，几乎辰光1个礼拜7天。我身旁边只上5个同伴，那安排每日天早浪向来点心摊门前多多转洗洗转，再有花1个同伴买1只紫饭头，啥的糯米肉顶鸡。到第6日了，1个同伴才500，只能给我子头变化，我不动了，扑腾一下吃得2块狼屎在我。好不容易我就说送得起，帮这个老板对一样，说呢来儿子一天，我已经改主意，买支吉他下子，那个我飞呀，当都出来，我的大雪纷飞，不风怒吼，我几海交迫，非一俱毁，哈哒哒哒哒哒哒。奔到黄浦江边了呀！我对不起你，你等等我，一直不出声，也跟你一道来了。心一往牙齿一咬，要往从黄浦江一跳，炸！不了1个人炸死，啥人？同乡王金华追上来，白勇啊！你死都不怕，你还怕我吗？走起来，跟你大弟说说的，
两个人隔了一张协床了，你帮我死去奔波寻找工作。哎，皇天不与心神。即使自西上康裕为认得之差女为宋之今日不仅道司法研究为做大事。一路老乡为得大之教育总长傅正祥，中国执法总领事沙松南位于南洋无界王莽贵弟兄等等的帮助他支持。这个一路老乡，唐时500个的好心人，落他于今朝的西北红啊！我一路去，一路来在内，路上遇人才。他们言上意是慷慨，不图为把与大。哎，这王背红。双狮子，这帮背红扬风飞，这帮背红一路向的莫背位，这帮背红谁人是真与将来，轰轰烈烈歌一番，是以梦想真哇。对，而今中方终日牛，为亏所谓的应该受来帮困责任。我们也心有水，心敞开是雨露，不杀爱神机，谁都真日美，阳光的能去英美，海阔云高，皮根。披头大字就说倾听无当。江台，展望2018年，我们新一届的评弹艺术节即将召开哈。那我们江苏评弹团有什么秘密武器吗？能不能给我透露一下？秘密武器呢，谈不上。但是2017年我们的确新创作了一个中篇，叫《红劫涅槃》。哦。红劫涅槃主要讲的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一个地下党斗争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1927年，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4.12的大政变，屠杀了很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那么，就是中国革命进入了低潮，有很多的共产党员背叛了、辩解了，当了叛徒。其中，你像顾顺章是当时地下党中央的一个重要的领导人，但是他面对死亡，选择了苟且偷生，出卖了我党的高级机密，也出卖了很多的同志。同时，他也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但是也有非常优秀的党员，比如说我们的钱壮飞、陈根、李克农，当然更有恽代英。恽代英面对死亡，他是坚定不移，信仰永远不能改变，永远不会背叛，而且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最后践诺了
当时他向党旗宣誓的一种承诺。那么我想这个题材是一个红色题材，也是为了验证现在的4大节点，比如说香港回归20周年，今年正好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下来是国庆70周年，再下来是建党100周年。那么我们也是根据省委宣传部的要求，创作了这样红色的题材。那么应该说这个剧本我们是反复的进行了修改讨论，真是几易其稿，反复推敲。那么也请了非常著名的艺术家帮我们一起来辅导，无论是观众、内行、领导听了以后都感到非常的欣慰。我也有这样的自信。那么我相信等到明年的艺术节上会有一个很好的收获。那接下来就请观众朋友们先睹为快，一起来欣赏《红劫涅槃》的片段。你来开张之，心不足之什么？长江的浪啊，云楼推呀，谁推？此时能被西风起。云楼吹呀，谁吹？吹得那水后人向后退，向后退。那5号同志，怎么才能证明这个情报是真是假呢？我看要证实这个情报的真伪，只有顾顺章或者钱壮飞其中一个来到上海呀。那万一他们没有来，或者是他们不能来怎么办？因为顾顺章死了，只好是北用陆家的通通不能来。同志匆匆别千里追勾带，因为顾顺章知己与之背。多少联络的就和交通人，党二大地带，谁才大机关？因为顾顺章不分不上会。你是不晓得，我这个我扛在肚皮里想教会你哦，这个是上海话，你听不懂。我这个话扛在肚子里很长的时间了，所以今天我才当了你先生的面，高兴，我是一吐为快。哎呀，你这话可扫了我的酒心。全是真话。我知道是实在话，可有一个字确实扫。啥个字？死。哎，就来。我想问你一句话，是不是人人都怕死？好，观众朋友们，一共7期《春游江南访雅韵》到今天全部播放结束。7天里，我们走访了7个评弹团体，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俗话说得好，春发夏长，秋收冬藏，也祝愿他们在艺术的春天里打造出更多的精品力作，使古老的评弹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再次祝愿我们的每一位书迷朋友们新春安康，万事大吉。